动吃，来做事。那你今天几点起来？几点了？8点。8点才起来？对呀。怎么那么好睡？那你睡很饱哎。9点睡，当然饱了。超饱哎。动场，为了开音乐会，系啊，燃宠会。哦，全世界地咧拍片啊，好，按个从山歌改片、通绕改片，全部系地咧，你系爱写写嘅会议嘅。俺每次都咧同了条台，嘿，所以不管系唱歌，还是平常时冇事情，你咪同俺哋来聊片聊，行下，你记得吼？记得啦。按个其实有讲到写写嘅时节啊嘛，跟你记得俺用办为。继续唱山歌冇，做得继续唱山歌。因为你嘅发语从嘅系歌啊，还是比本行两条路啊。送爱学音乐。系啊，系啊，所以我哋嘅想吼，你送爱去学音乐，不爱唱山歌。但你弹篮球咧，你就会唱嘅山歌冇？有啊，哪一条你讲？4连歌。哦。就係愛第一條會山歌，愛阿婆教嘅，你係彈愛唱會唱嘅，家己你你橋下來唱兩條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，一起唱。好。张夜來是那臉，真那真是臉。打扮那劉三妹，打扮那劉三妹，打扮三妹，三妹過新年咯，來悠悠的喲。打扮來三媽妹，三妹來啉酒。比比啊又站站，比比啊又站站，杯杯站站，站站過新年咯，來悠悠的喲。上到跳歌的是亲友吗？
透过的事情当然有啊。嘿，我其实当姜我都蛮厉害的。用应该好，细细我考试考唔好啊，嘿，很就要让我病到跟五圈地位度，跟我当电影奖的，叫我抢我太极比，我就抢死我，奖死的。用会姜哦，该种下声音，我会姜哦，我差唔多过呢，学都学死哦。不过该下不下，你学动到该日阿不我。系啊，系啊，我去到最好笑的是系阿婆讲你长耐的时间。阿母老我就分唔清楚，喊老几讲，妈妈你看，你系阿母用眼力去学到眼太脏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啦。卡住！你俩好来去验鹅卵，好啊，本来你种下些小鹅咪有鹅卵的，不过有啊，冇长几笔按到啦。今日咯，系啊，今日下豆渣嘅，我看俩就先验起来，验下豆啲。妈，你这个来请看，还有其他的鹅卵头你验冇？好。好嘞，好，啱做得咯，做得嘞，好，都要試盤咧，好。甲咱讲，你今边来到俩系幸福最有名嘅鹅肉串汤，韩国哦，俩件串汤吼，其实本来系露头家去熊鹅，还熊40年，结果呢，佢就得到一只新农奖，还出7家有人外地方顺可以见串汤，韩国俩系头家系马生意哦，来啲啊，马生。伢同學啊，喺馬莎。嘿，按照經驗，就是愛同學，所以你係串湯按照經驗鵝肉，好，計你今日有點家風菜，係兩片最好食嘅，你就兩下試試看。好。兩鵝片，食起來吼。當配韓國呢，唔係嗰種配哦，就係當混嘅嗰種，所以咬起來當好食。那日本嘅啲暗炸或是嗰乜嘅滷味嗰啲話，細細隻嘅雞片啊，鹹鍋平檔，你食起來，用乜講？凍粥啊，係嘛？係啱講嘛？凍粥，凍脆，係韓國。我從天上去試一下，凍好食。凍斜吼，斜斜就凍好食。韓國嘛，你喺哪好食咯？鵝肉哦，你啱冇食過？要燜硬硬，凍袂煮。係嗎？啲嘢係加香嘅。其實日本哦，唔但是配嘅，不過佢哋係肉，凍 Q。韓國嘅皮呢是因為唔係凍肉，所以凍香。韓國特皮你，它更好食，你係嚼，係嘛？係啊。更好食。嚟講肉湯，你係湯哦，係啲特質嘅。用辦講，日本吼就係乜嘅豬肚啊，韓國嘅豬肉，
有个咸菜汤的味道，嗯，系吗？嘿，有效吗？有，系吗？嗯，韩國佢係因為佢係用唔但像豬肉田，佢還有個鵝嘅香味，所以是佢哋當冇香味。啊，加嘛，嗯，你上到咧，哎，我係攞嚟通好好，好隻鵝嘅雪菜，嗯，我按下半嘢食。好，嗯，系嘛个菜？誒，秘密就唔得人講，按下煮半嘢唔出啲咧。好，好。还有拿到米其林哦，对啊，我们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拿到那个食品级的米其林认证，拿到风味奖章，我们送到那个比利时去认证，它可以吃得到它的脆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酸呢是有尾劲的，自然平顺，然后会回甘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汤喝下去就是甜的哎，对对对，非常好喝。动吃动吃来做事。因同學雞啊，時間講樣啊，好什麼？當好食，感覺是有甜飽咧，甜飽，都是全部飽飽。嗯，下晝條專門食藥，暗晡條嗌你食好嗎？好啊，當然好啊。嗌你頭先講掠，嗌你新木掠豆又一解，都袂做。嗯，酸白菜嘅煙啊，吼，叫那度嘅醬嘅。哦，嗌你攞去切群機不下，切群機用煙做。做酸白菜慳做得那醬。係啊，所以你就係用酸白菜來做哦。係啊。誒，那就我唔是做學過你做安樣嘅料理哦。係。好，咁你嚟去看，你係酸白菜就幾厲害。好。好嘞。曾老板，嗨，你好，英老师你好。哦，我就谈跟妈妈讲，说你们这边的酸白菜很厉害哦。还好啦，刚好客人有喜欢，我们做出来的是天然发酵的，对。是啊，那我们想要来体验看看，可以吗？哎，好啊，我们今天刚好有在做，哎，我们这做全部都是纯手工制造的，对。那手工制造的酸白菜跟就是一般外面做啊，好，一般外面做的那种机器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因为这个菜也会有大小颗，所以用手去切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，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大小跟我们要预留的长度，还有再过来就是如果有坏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挑起来。哎，那老板其实怎么会想要做这一行啊？哦，我们从原本做火锅，然后跳来做加工。然后因为加工去跟人家买原料，然后都会有遇到一些农药残留超标，所以我们才自己毅然决然下去种菜。可是我们种菜也花了4年的时间。种菜耶？对对对，从不会种到现在略有小成。略有小成，这都那么大的，略有大。还是有要克服一些障碍啊，因为毕竟我们在新屋这边也不是种这个大白菜的很多，几乎都种稻子，然后我们就把它。种这个产销履历的大白菜，结果我们花了4年，也了了不少，才做出今天的这种小小的成果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娘，你刚刚把什么丢掉了？梗啊，因为我们要把它
把这个梗不需要的话，把它切掉。那我们要叶子的会比较大，叶子大我们要留多一点，然后梗比较硬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大概1个指节，对，就差不多1个指节大小的。这样腌起来刚好是入口，刚好是一个嘴巴的大小，这样刚好。哇，好贴心哦！难怪我刚进来的时候有看到，你还要拿到米其林。哦，对啊，我们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拿到那个食品级的米其林认证，拿到风味奖章，我们送到那个比利时去认证。哇塞，那这样真的很不容易。越讲越想吃，但是呢，我想说要体验看看，就不能只吃嘛，对啊，要动手做做看，好啊，才知道说这个食物得来不易，很厉哦。为什么你好像很轻松啊？因为常常在切。好，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哎，但是其实切下去，这很扎实哎，这个，对啊。而且我们选的这个品种啊，对，是这种日本品种，它里面是黄金大白菜，外面黄金的，对，现在黄金很贵，一般的有的是里面是白色，那叫做山东烟筒白，哦，对，那品种不一样，它这个腌起来是金黄色的，对，它的甜度也会比较高，它的纤维丝会比较细，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的口感。老板，我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明天可以上班了。啊。老板，那现在这个的步骤是要做什么？哦，我们要把菜拿菜来洗，这样子。洗菜？对，要洗菜。哦，好。那我们今天洗菜就是这样子洗。我们刚才在外面切好的，对，我们就把它倒下去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用手这样子去洗它。然后像这个有包的，我们就把它搓开来，这样子把它，这样里面才洗得到。对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一个一个这样啊，顺便也可以检查说啊有没有漏网之鱼，没有看到的，在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，对，有烂掉的啊，或是菜叶有受伤的啊，我们就刚好在这个步骤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揪出来逃冰，然后剥完之后呢，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它比较大面积的去摆动它，对，那这样子。就确保每一片都有洗到。对，是。对，那这样子第一遍好了。第一遍。什么？第一遍？对，这是洗第一遍。所以还要再洗第二遍。还要洗第二遍？对，哇塞，确保它干净。对。哎呦，你这样。品质坚持，难怪可以拿到米其林，对不对？这个方法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对啊，这是我自己想的。好厉害哦！对，我们这个有3个改良，然后1个创新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原本的整颗菜没有切没有洗，我们把它改良变成有切有洗。然后第2个改良就是我们把原本的洗米水，我们把它改成红高粱酒糟去做天然的发酵。那我们这个酒糟是腌180天。替代这个酵母菌去发酵生鲜的蔬菜，对。然后第3个改良，一般传统是用石头压，那我们是用那个食品袋，用那个食品的袋子去漱口，让它向下降，这样子就不会有石头跟食物做接触。这样比较。想到我阿婆以前做酸菜就是用石头压。对，现在因为时代进步，食品卫生的观念抬头，所以我们要把食品做得更安全、更卫生。太期待了，接下来的步骤。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让它脱水。哦，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脱水用的。对，这是脱水机。有哎，水跑出来了。我去叫请那个专门在做那个杀鸡脱毛的机器，然后请他不要装里面这个棒棒，然后往外面再多一个这个挡水的，因为它的转速比较慢，可以保留菜不会相撞。导致它会出汁或者是烂掉，它的转速非常慢，所以我们的需求是让它脱水而已，垫在旁边，推上去就可以了。推上去，对，直接推就开始了。对。好。哦，它转速很慢。对。然后这样水就出来了。对。
接下来啊，它已经拖到没有水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吊车把它吊起来，我们要入桶，放到那个发酵桶里面，让它去做漫长的发酵。漫长的发酵，所以是多漫长？我们一般如果是冬天的话，我们都差不多大概做到24天左右。它会因为天气不一样，我们会有时间长跟短。所以就是凭经验看状况。对对对。这样听起来，你这个也是看天气吃饭的。好吃的食物值得漫长等待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放下去就好了。放下来。对。所以老板这样子，我们压一压，压好了以后就完成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要加让它发酵。我们是用红高粱酒糟去发酵。那红高粱酒糟是长这样。就是这个。对对对。哇，好香哦！很香。这经过180天的腌制。那个妈妈，那个酒杯去帮我拿来，喝一下。等一下会很嗨啊！对对对。所以以前我们那个我知道瓦坡的做法是，酸菜就是永沾。是。对，那但是你就是研发出这个不一样的。对。可是爸爸以前也有腌过另外一种吧？他是用那个皱吗？哦，皱吗？以前传统不是还要再去用热水，你腌好之后还要再用热水再烫过，或者是要用水再煮过，还要放干。那其实它已经把天然的乳酸菌给洗掉了。那我们这样直接可以拿起来可以生吃的话，天然的乳酸菌都还保留着。所以它会有天然回甘的那个韵味。对对对，所以不一样。郑老板，是。我们今天除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酸白菜做法以外，还有一桌的美食可以吃。不敢说，这个是我们精心酿造的酸白菜。那它这样子生吃也可以，煮汤也可以。先吃凉拌的，我们先吃这个。对对对，用酸白菜配着控肉吃，它的自然的酸可以把这个油腻感给化解掉，在你的口腔里面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质感。它可以吃得到它的脆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酸呢是有尾劲的，自然平顺，然后会回甘。那你一口肉配着吃菜，这样子又会有不同样的感觉。好，你配着吃这样，再一口菜。这样子吃没有油腻感，然后还会把那个菜的甜味带出来。对对不对？然后我一搭配那个菜吃进去以后，肉变甜的，真的，我妈妈有觉得会有很多不同样的变化。好，那这个吃完很开胃以后，然后来这一锅也是老板特制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还有米粉，有我们最创新吃法，用酸白菜，然后去煮米粉汤。跟一般的油葱酥的米粉汤不太一样。好，谢谢妈妈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汤啊？它是因为它是用红高粱酒糟去煮的。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哈嘎盖酒。对呀，就是客家基酒它就是这样，就是全酒下去煮以后啊，煮过它汤会变甜的。哦，对。那这个完全就是也是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对啊。对，所以汤喝下去就是甜的哎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样老板跟你商量一下，是，因为我们还要想办法料理哦，料理。所以呢，刚刚妈妈说她对你这个酸白菜太喜欢了，我们要带一些走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好吧。难得来一次，我们这边自然酿造的酸白菜，让你回去煮煮看其他不同样的变化的料理啊。牙签会落去偏向。全部啊，嘿，弄哪只线啊？你也炒袂出来啊？又加米头末，该冲到该脚嘛哈，又米头出来了是会。哦，王道勋就起鱼来咧。懂吃，爱做事。妈。嘿，你今日又拿一道食材咯，所以也还会煮埋料理，你上好吗？上好嘞啦，系嘛个料理啊？会本柳河桥水的个料理。哦，个挺错哦哟哈。爸，那你转来咯？你就回来啊？
爸我拢讲，我哋今半日吼，有是个盐鸭鹅肉介咧传汤，像我通好介片啊。韩国食到鹅肉，你老囡仔都有介食材。韩国妈妈咪就去做介蒜白菜，经常会做蒜白菜嘅料理。系啊。系啊，我就想吼，本来就系你系娘妈讲，你系大厨师，所以你懂为主。你一摆问我让妈妈煮俾你吃吃看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啊，娘冇做下去啊？我哋那食菜养强条，甲按你俩下出嚟，好吗？好啊。好，嚟。好，我今日用饭，用饭开始。你俩先拿来烫，漂夫啊。好，咱爱来切俩掉料哈。好，滚就好系吗？滚，嘿，落一下是溜起来哈。好，慢嘢做埋。หั่菜，หั่白菜，捞鱼汤，捞豆腐。哦，了解。蒜白菜。汤，你係外片嘅料理啊？你客家嘅冇食料嘅呢？吼，外省嘅料理哦。嘿，其實我哋本來啊，細細些阿婆咪會，係唔要去介入買當到豬油進來，幫記得啊。係買個豬油進來吼，阿婆就會攞佢切下太地一啲啲，係會加一啲啲肉嘅。潮肉嘅味素，阿婆會去泡解豬肉，喺豬油就會泡起來炒菜嘛。阿婆會攞個豬油切下太地啲，喺去泡到皺斜，咁樣先。阿婆上次會裝個頭油，喺上次就炸到個熱嘛，喺就按微下，喺那不嗌到微食咧。凍好食。係啊，所以我就唔理解唔係啊，唔係豬油，我見法到梗係病。阿婆就讓我講叫，老友好食咯，你愛食幾地？然後我咪講叫病啊喲，當好食，幫啲梗係豬油。豬油泡嘅。係啊，嘛，咁除咗呢禮拜吼，簽到幸福做了蒜白菜當厲害嘅調價之外啊，其實你講細時間你咪有試過，很相似。嘿，你就會上來食，所以你用你上來食嘅時候，你就會煮係嘛？唔講你當小食呢？咱上，cái俩吼，俩試講挑個人下苦啦，像俩嘅菜吼，去個人覺得咱人又好食，睇你嘅平常時就唔好食啲嘛。哦，所以因為你頭先講你客家菜食到咧。所以就想講煮到冇共用嘅。係啊，俩是我哋新婦吼，必通凍豆吼，咱專門用啲嘅烏果魚啊。咱烏果魚煮咧，你煮嘅หั่白菜嘅湯油嘛，幾下好好食。哦，豆腐滾咯，你留佢溜起來，滾就好咧嗬。嘿。俩全下來傾向，全部啊，嘿，冇買扎線啊，咩炒咩菜啊？有啲米頭冇，cái葱到cái腳嘛哈，有米頭出來俩是下來。哦，講到先就記來咧，好，啱哦，冇下甩掉啦，下甩掉，馬定下，爸講下甩掉。好，好，俩下來。哦，好，沙丁餅、蒜白菜。幾未熟嘅咩？用下嚟炒啊？後邊個米頭出來啊？哦，炒下會下香。把香啲春湯學嘅時間係學乜嘅菜？係客家菜冇？唔係，那種江浙菜。哦。江浙菜啊。就是台北
上班的时间好诶，对啊，好烘咯，磨合，用班忙好好，用哪几种？讲几家来看。醉鸡啦，那个鳝鱼啦，那个烤鸭里的。哦，功夫菜，好，滚水，所以先炒香姜麻丝，那个炒香蒜拍菜，三点就不用滚水，滚水啊，好，按比滚，好，两下滚嘞，滚嘞哈，好，夹落，好，先掉。哇，两冻皮呢，肉冻片啊，唔系冻皮，讲唔错。看喏，那个豆腐蛮平，个袂面嘞，会起锅人平。所以强龙先搬去滚，系吗？系按个里，你有两下平吗？佢平你因为佢差不多起锅人平啊，你又掹滾等一滾冇上去。好，你強龍等一下搬去滾。應該起碼你又平嚟，佢肉會熟啲。哦，全部按配按好先。好，等佢滾一下。媽，你初體係講，你講緊嗰隻愛煮嘅客家菜之外啊，韓國阿婆係你教你煮嘅嗰條菜之外，其實你是想煮做包饅頭韓國嘅乜嘅水餃，本愛你食，好食係好食，唔講吼，調接做咧。會難挑嘅嘛，免難挑啦，就係上次佢係會想食到其他嘅東西啦，因為食講嘅嘅饅頭啊包咯，含老安你客家菜比起來含冇梅冇按鹹啦，所以安你食鹹是習慣嘅啦。哦，所以應該當時嘅乜嘅做水餃嘅時節啦，你提一擺到日本爸爸係做水餃，爸爸就講好食冇？難啲嘅，唔記得，好食冇？假10年前來記得咯。阿勇全唔記得咯，我記得就係食嘅水餃嘅時節，上次食嘅時節就會煮到凍好食。豆腐嗰邊咧？好，入嚟打開嚟，豆腐頭先入糖過嚟，所以水滾就做得啦，嗬。好，一來，跟住全部落嚟啊。係啊，跟米酒啊，全部一來嚟啦。好。放佢滾就做得咧，嗬。就熟冇啊？有啦，熟嘅啦。你驚冇熟？熟嘅。好，用下去。咁就好咧啊。好，完成完成。好，煮好咧。孩子後吼，其實我動無閒，逐禮拜上課表演、錄影，韓國甚至出國，我都動無閒。我配我學生嘅時間，可能比配到韓下多吼。所以我當配伊嘅事情係，當咱得有啲機會做得煮食，配伊都食，所以當感謝嚟只節目要按用嘅機會。我愛煮本意都是配都是盤。動吃來做事。要上來煮一隻冇強用嘅料理去試看，因為按樣型嘅盡講唔好食，你係。冇煮過，所以嚇唔怕。好，我哋吼就係散步嘅時節，我先用嚟姜麻，好，所以我先切姜麻。講到煮菜吼，因為本來春天呢都要煮好好啊，我唔會上嚟學，結果結婚之後。我上次我煮盤那些會打電話轉來連線呢，班記得冇？啲啊，啲啊，我最記得吼，6日白
我通好豆腐下來去食盤，嘿，結果啊，記得就講叫你係客家人呢，你係唔係會煮到客家料理本來你食？記得有肢體哦，記得會食薑媽煮蔥薑絲大腸，我想講你要買難呢。韓國本人爸煮嘅時就當好食啦，所以我就撈爸連線，打電話問爸用飯煮，結果爸就日鋪講，包括世界煮蔥，班記得嘛？結果你該煮蔥用飯冇？巧唔論，巧唔論，結果吼，俺那因為巧唔論嘛，所以冇食睇啦。俺那轉來本意看。爸講我買唔錯咧，我買到乜嘅？巧唔論係蛇葱係冇？蛇葱。我買到蛇葱，台葱買到蛇葱。好，佢哋吼杏鮑菇係因為我想講，係我嘅身嘛係葱嘅，所以呢我就記得本來媽就讓我講過，係講。會煮乜嘅吼？除撈啲鮮產唔到嘅，係冇？煮看起來係肉硬，就係看起來係澎湃。好，接下來就切辣椒啦。我爸媽唔食辣，不過呢，因為煮了係有啲味道係香，所以我就係加一啲辣椒啦。咁樣就好。好，咁就做得咧。爸我煮係。步驟唔同嘅，人嚟講嚇。因為我係咧，鐵一白煮，有一件事情其實我動感強嘅。有乜嘢？就係其實幾年前吼，我有主持客家電視台一隻主持嘅節目，按到家家又好食。佢嗰當時為咗主持呢個節目啊，當到呢個煮嘅問題，包括樣板切菜啊。韓國有乜嘅應用啊？韓國煮菜頭先有講到嘛，其實煮菜咪有一隻佢個常識。嗰當時廚弟想本來想講主持可能食就好啦，冇想到吼，佢係會介紹，所以呢就有鼓勵我講，等你上課去考個廚師證照。我就考到當然當歡喜啦，不過喺度另外一隻事情嚇歡喜就係在考試嘅過程當中哦。我要學到當到你係煮料理嘅方法，所以第一點我係動感強，你看順沙漢考到證照，這就下摸強用。先綁個沙拉。馬油？沒啦。咩？你下弄落去會苦啊。哦，先一滴沙拉油。係啦，先用一滴油。腳媽先薄薄啊。好。腳媽薄好，當下個馬油了。好。用嗎嚇？安迪啊，佢唔啱位啦，佢沒有，用嗎？機長會香。用嗎？會燒得掉。好，今日炒下。爸，我忽然想到扇貝料理啊，當到扇貝嘅嗰一隻食材添嘛嚇，扇貝雞啦，韓國基本嚟做扇貝。鴨舌嘛，我食嘛啦。我食嘛，今日嘅係扇貝啊。香蕉、米椒、頭椒。我了就係扇貝啊，所以煮扇貝嘅料理就挺有兩扇好，就做得按到扇貝。哦，好，接下來蒜頭。蒜頭，好。蒜頭了，個會薑嘛會。薑下。煮人金黃色啦。哦。薑唔香。金黃啊，樣嘢啊。應該下啲料啲東西係師傅會教你係嘛？係啊，鄉下肉漢佢會講。嚇，肉漢佢會講哦。係啊。係冇漢英咁門哦。佢佢當冇漢實用會。嚇。佢當冇漢佢門機會啱咯。係啊。咁講到學東西啊，嗬，我就記得講，本來我哋啲蓋爐補習嘅時間，喺大蘿蔔種下。慢下記得喎，即係我哋大家片嘅時節啦，就從愛永興三合院，喺我哋去補習，補到補到暗夜啦，差不多8、9點，冇咁差好錯咧，所以因為佢個學到拜，家下喺度蘇克達，
系啊，该食公卖不挨的啊。嘿，为起灯是在爱到妹妹下课嘛。系啊，咱该当是上司大概嘛个建工人的部的写个教啊，为对出来学都学死咧。嘿，咱结果嘛就很爱练用班，有慢。台上重构。系啊，可能3个就安练的，嘿，就台上重构就唔会讲的。咱结果咱大台的时阵，俺人比其实你袂当讲，对无？嘿，讲根本叫对。好，爸俩啊，安做得用马油吗？我来好好。做得用，好，我用几多？无用香蕉啊。好嘞，好，怎样？有啊有啊，有香咯。也做得落。好，杏鲍菇用落来。煎比擦擦。添点水落去。水。什么水很天然必须。好。个酒啦，调酒。好，酒几多？我多加啲喎，加到5啦，加啲。好。幾多？好。調酒。調酒。還要湯啊。好。好啲。胡椒粉。用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好。葱邊落去。前面去燒下炒酒咧。好，10個小月擺。做得差唔多呀。係差唔多啦。哇，凍香誒！好，那啥點咯？時間差。好，時間差。咱個你撈一點。哦，香油，係冇？好嘞。啱做得冇？好。好，按做对了哈。好，灌佛咯。嘛爱pan日，酱爱pan日，让爱拿过来先蒙呢。爸。妈。嘿。食盘嘞。好。来哟。所以其实妈妈的痛，好，来让你揉，好多的呀。哟，好，啊，明白，是加冻慢是系冇？系啊。你咪冻袂煮啊？凉衣煮诶，爱提出题。紧紧诶，这俩哦，蒜泡菜。紧紧用半煮都好吃。爸有香吗？有啊。妈当按落个哟，其实再看。爸做对吗？呀。哦。试试看。第一摆煮俺妹妹啲係乜嘅見勇唔硬嘅，就係軟嘅。當好算呢。哦，我請家講，好食嘅。當真是愛煮嘅咧，你試試看。好食咯。做得哈。係，咁冇做得越快啲。做咩？你紅菜就做得快啲嘛？你紅菜是傳到鳥度街便宜嘅啊？冇啦，梗係因為吼，杜紅呢啲地方算夠矮。媽，嘿，那你基本嘅對出門度掠下嘅香腸啊，你就滿意冇？
好高吗？好高，好高啊！咁你去到最神奇然係到兩行去到最難忘嘅係哪一團？個野貓山歌啊，係松山歌啊！係啊，用辦講用為係街團去到最好高。你係經常用客家文化，你像你按後生嘅什麼凍燒嘅，凍燒嚟行客家文化第一條路。係啊，自家按攞自家嘅模樣。係啊。哦，係啦，其實講到食嗬，大家都會食，不管係乜嘅出圈嘅美食，好食大家都會食。不過唱歌又係文化嘅推廣啊，相信喺度要到熱情，香港要自家要先技術推動，所以我咪當宣夢二老爸爸就係從細對我嘅教育，香港對我嘅支持啊，宣夢二掉哦。唔係，咁個媽媽會講嗬，冇忘本。哦，忘本。忘本呢一家客家人，一家客家人嘅文化，因為推廣出去。好，我會繼續答辯。我講一下，其實基本上錄了節目啊，去到當歡喜。當歡喜嘅事情唔係因為做節目，唔係因為錄節目又係乜嘅。當歡喜嘅事情係因為其實呢度對我當好，從細教育我，幫我讀書、學音樂，喺個支持我繼續唱山歌。咁個很下感動嘅事情就係太自豪嗬。其實我當無限。當禮拜上課、表演、錄影，韓國甚至出國，我都當無限。我配我學生嘅時間，可能比配都還多嗬，係冇？所以我當歡喜嘅事情係，當難得有啲機會做啲主事，本意都有事，我講主本意都有事啦。其實平常時可能。全部下配都是串盤，都冇時間，所以當感謝呢個節目有咁樣嘅機會，幫我主本意都是配都是盤，啊，有歡喜冇？來重山歌啊！爸有歡喜冇？有啊，只有從了山歌來彈啊。哦，做得，剛剛就從兩句，清唱。山歌了見那窗啊，見熱了心啊，迷失見了色啊，見開有心啊，跑數。好，跟住幾小時咯，好，頭個雪掉，加雪掉。辛苦一生，书本本啊，是情不退，其实多。
忙大表。